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回响国乐团的指导老师及指挥陈庆文。那么在一个乐团里面呢，乐器可以分成4个大部4个类别。第一个呢，吹、拉、弹以及打击乐器。我有机会在这个乐团里面共同学习，我希望各位有机会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乐团，共同学习，共同努力，为音乐、为客家音乐以及现代的社会文化做一些小小的贡献。谢谢各位。前面提到了我们国乐团呢，要分成4个大类，那么这4大类里面呢，又分成几个小类。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欣赏我们几个乐器的个人介绍以及展演。各位好，我是杨万德。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2个乐器，这是中国竹笛，它比较短的呢叫做梆笛，这比较长的叫做曲笛。那个曲笛呢又叫做昆笛，以前一般都拿来演奏这个昆曲之类的，所以它又叫做昆笛，也叫做曲笛。它是属于比较南方一边的，所以它声音会比较低沉，会比较温和。那这个梆笛呢是属于这个北方梆子系的部分比较吃重所以是属于北方，而且跟个性一样比较爽朗，所以它的声音会比较高亢。那现在我就来示范这个曲笛的声音，让大家来听一下。好，以上这是曲笛的音色。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这是梆笛的音色，它声音会比较高亢，比较嘹亮大家好，我是黄婉晶，目前在回响国乐团担任琵琶的演奏。那现在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琵琶这个乐器。琵琶乐器它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么最初呢，据传是从西域传到中国。那么琵琶的构造呢，它有6个下，还有24品。那它是根据12平均律，以半音来构成整个的琵琶的结构。那么它跟中乐还有西乐都能够完美的结合一起演奏的。那么不管是在独奏或是在乐团的演奏上呢，都能够有很突出的表现。那么现在呢，我跟各位来说明一下我们琵琶操作的时候的一些细节。我们琵琶是用左手按弦，右手呢有一些技巧来让它发出声音。譬如说我现在弹一个哆来咪发嗦，那么它的技巧呢有弹、挑、仄、分、扫、头，还有就是轮指。我们用5个手指头让音色颗颗分明。那这个是我们在乐器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不管是柔情的歌曲，或是比较激烈的歌曲，我们所谓的文曲、武曲，那琵琶都能够很有表现。那我现在就示范一段琵琶里面很著名的文曲，就是《春江花月夜》的一小段，来给各位欣赏。
在乐团里担任低音的演奏。那我使用的乐器是中阮。这个中阮啊，很多人比较陌生，有些人会觉得它跟琵琶、还有柳琴、还有吉他很像。其实它的音啊，比吉他来的圆润，没有吉他那么单薄。它使用的那个工具是品，跟那个琵琶比较不一样。那它这个琴颈哦是直的，它跟琵琶一样，白色这个叫品，有24个品。在我们中国其实很早以前，这个乐器啊比琵琶还来得久。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昭君出塞，他所使用的乐器就是这个中阮。在古代汉朝以前，我们这个中阮就是叫做琵琶。那后来的琵琶是从胡人那边带到中原来的。那这个乐器哈，它入门哦比琵琶会来得简单，也比那个一些其他的二胡啊会来得简单。所以欢迎大家多多来学习这个中阮。这个我现在大概弹一下声音，让大家知道它的一些使用的技巧跟琵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它这个也有这样子的扫丝跟水扫，它也有这样子，它也是用弹挑的方式，弹挑的方式。那比如说它有一些那个引音啊，它也会跟就像我们二胡一样，它也有引音。你看没有音的时候是这样，它都有音的时候啊，声音会比较好听。就是这种的乐器啊，现在很多人都会用它来弹流行歌，也蛮好听的。很多年轻的我在网络上看到他们用中阮来弹那个流行歌，这也是蛮不错的一种表现方式。谢谢。大家好，我是陈庆文。我手上拿的是一把胡琴啊，一般来讲呢，我们叫做二胡啊。我在早期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南胡。所谓南胡呢，就是很难混的意思的啊，不好胡了啊。那么呢，它分的目前因为在国乐团里面呢，需要有些高中低的这个音色啊，以及音域啊，所以我们又可以分成3种，一个是高胡，音量声音比较高比较高亢一点。再来第2种呢，就是二胡，目前手上拿的。第3种呢，就是中胡中胡。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大胡或低胡就是声音比较低的，但是目前都用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来代替的那么一把胡琴呢它可以分右手跟左手跟西方小提琴一样，右手跟左手。右手的技巧呢，除了是拉跟推弓，所谓拉弓就是往右边拉出来推弓就是往左边推进去。好，我先示范一下这是拉弓。往左边，这叫做推弓，这是右手的技术。右手技术还可以分长弓跟短弓所谓长弓呢，就速度比较慢，速度比较慢。快弓呢，就是短弓，也就是速度比较快。速度很多种。再来就是一种插弓速度更快，插弓还有呢抛弓。所谓抛弓上下的震动这是右手的技术。那左手呢稍微简单一点，但是实际上是最难的，在那个左手上面左手上面按指指头呢，我们一般来讲5个指头，但是在胡琴的上面，我们只能算4个指头1、2、3、4，一指就是10指的，1指、2指、3指、4指，就有4种指头，还没有第5种。第5种的话，琴就掉了所以不能算作5种指头那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说用手去拨它，叫做拨不用弓子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右手跟左手综合起来的，边拉边拨的。比
比较困难一点啊，连续的拨久了这个手会起泡，所以呢比较少用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一首曲子啊，叫做《太湖船》啊，来展示给各位听看看啊。因为这个乐器呢，学习的人很多，跟笛子一样，学习的人很多，但是成功的人不多啊。因为自己拉起来不好听的话就不学了。所以今天听我拉以后呢，希望能够引起各位的兴趣啊，一起来学啊。太湖船速度慢的啊，比较好学一点。讲到这里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啊，你刚刚看到我手在那边抖晃啊晃的话，不是闲着没事啊，因为它可以增加音色，它可以增加好听度啊。比如说这样子，如果没有增加这个抖音，这叫抖音啊，跟吃东西一样，吃菜一样，你没有加一些盐巴啦，没有一些调料就不好吃了啊，所以要加点调料。又可以听到刚刚我有点，这叫做滑音啊，在胡琴上面呢，滑音很重要，非常重要。这好听很多啊！今天刚刚示范以后呢，我希望各位呢能够喜欢这个乐器啊，也能够继续学习，更希望你能成功。谢谢各位。现在简单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扬琴这个乐器。扬琴在国乐团里面除了那个代替革胡的大提琴以外，它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乐器。它的名称叫做扬琴，是声音发扬的扬也可以，西洋的洋也可以，表示这个东西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代，主要的传进来我们这里从海船，所以很多一开始都是广东音乐，很多扬琴的音乐。它的声音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明亮，因为它蛮接近钢琴，也有一说是钢琴的前身，所以它用手打，但是后来用机器代替钢琴键。当然钢琴就比较进步了，因为它用手打，它只有2个音，所以和声有限，可以和声，但是只有2个音。钢琴可以10个手指头，它的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以下就秀一段简单的段子。在乐团里面担任柳琴弹拨，那柳琴的构造，跟中阮很像，它一样是有4根弦，弹的方法是弹、拨，还可以轮，当然也有扫。那它的音色介于琵琶跟中阮之间，它的声音比琵琶高一点，比中阮也高一点。那它的弦是小钢弦，一样是4条弦，24个匹。那它这个定弦是哆嗦弦。那我秀一小段。好，那我在乐团里面因为大部分都是伴奏的部分，solo 的地方比较少。介绍到这里。打击乐器在中国的国乐当中呢，其实种类很多。不过因为今天时间还有场地的关系，所以我们陈列出来的是其中极少的部分。比如说像我面前的这一套排鼓呢，它其实有很多的音域，排鼓有好几颗。那我们现场是摆出1颗。好，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从比较高亢的到比较低沉的都有。那通常排鼓在打击乐器当中呢，它偶尔因为它的穿透力比较强，所以它会负责一小段的滑踩，就是 solo 的部分。那再来我们来看其他的打击乐器。好，那么现在看到这一套呢，是我们在乐团当中算是最基本、最基础、比较少的打击乐器。刚刚介绍过了排鼓，现在看到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大鼓，声音是比较浑厚的。有大鼓就有小鼓，它跟排鼓的作用一样，是比较高亢、比较清脆的声音。那通常这两个呢，变成是一组。好，有个节奏出来了。这个呢是花盆鼓，也是在国乐当中呢常常会看到的。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色。听出来不一样，它是介于中间的，比较饱和，颗粒度比较饱和的一种。好，那另外呢，除了这种传统的打击乐器之外，其实在国乐当中还有很多比较高亢的声音，这个大家很熟悉，歌仔戏啊常常都会听到，这是梆子。那还有木鱼，以前我们看到都是庙里的那一整颗的，可是现在呢，我们有改良过了，像比如说现在比较常用的是五音木鱼，它是有音阶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融合了一些西乐的东西，比如说吊拔，还有钢片琴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些锣拔类的，都是中国的乐器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这是小锣，哦，很好听的声音哈。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小拔，小拔就大家会常常在比较一些欢乐的乐曲当中会听到。好，另外呢还有大锣，大锣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戏呀，半夜3更半夜不是会打金吗？好，以上呢就是一个比较粗浅的介绍。好，刚刚介绍完了整个打击乐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统合一小段演奏小段，让大家欣赏。刚刚各位已经欣赏到了我们乐团里面的个人乐器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几样乐器来为各位演奏一首客家音乐组曲，各位欣赏。
刚刚各位欣赏到的是由回响国乐团为各位演出的客家音乐组曲。这个曲子呢，里面包含有7段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那么呢，我们乐队呢，想透过合作的方式，将这些好听的歌曲呢传达给各位能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找时间，或者是课余的，或者是休闲的时间来学习这些乐器希望呢我们有机会呢能在回响国乐团呢与各位见面，多多来参与我们的音乐会，或者是参加我们的乐队。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观赏，在此呢再跟各位说一声圣丰利安子 C， 谢谢各位。